针对新北学生挂案卷的事件，教育部今邀请6都的老师、家长甲学生团体举办学校安全咨询会。这个团体是作为呼吁，爱紧甲校安相关的人士保护潮，家长嘛有管教责任。教育部邀请6都教师、家长和学生团体校园安全咨询会伫10点开会。会议进前，台北市高三工会和各类教育团体拢表达因的诉求。1年级才刚入学，那如果有一个副导师，这些特殊班级有学校观察后提报特殊班级的话，特殊的普通班，那试行增设一个副导师的制度。北高三认为提出需要特殊管教的普通班级，也要增加辅导师的制度，这当随时入去班级协助。面对出现特殊状况的囡仔，要由专职的校安人员协助处理。全高中理事长侯俊良去咨询会进前也举行记者会，强调面对高风险少年，真正需要有够的管教人力。它不是一般的我用正向管教就可以处理的，我可能要一些强制力。其实学校里面学务人员都扮演这个角色，但是后续家长、学生这边的一个投诉，我又举不出一些证据，怎么样去做处理？那这个部分可能会对于我本身自己的一个工作上，我会有一些限缩了。全高中强调，学校是小型社会，角色分工明确，才当做到专业，而且是遵守法令的规定。建议教育部就要编列处理学生攻击事件的专职人员。也若歹管教学生，建议修法，透过强制亲子教育或者是罚钱，让家长担起管教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